奋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你会发现今天没有带小天使、小和声，因为他们要考试，所以没有把他们要不然早就把他们从台东带上来了。没有和声怎么办？就等这句话。会唱，听我唱那么多火阿烟火一样，会唱吧？练习唱好不好？这首歌叫《我们的约定》，卡萨斯的努米达，然后一起唱啊，就是代替那个小恶魔，他们每次来外号都不太一样。你们帮我唱啊吼咿呀，吼咿呀，音不准也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们。快啊！看看到底是不是我的歌名，就看这一次。好，带来上半场最后一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。说。